好啦，呢同阿 Lily 傾下偈。咁啊，即係邱師傅呢個即係噴咗咗20年啦，咁就聽佢講，啲20年前開始留意頭髮嘅問題，咁啊都搞唔掂。你第一次見到阿邱師傅嗰陣，其實佢最重要個原因係啲乜嘢嘢咧？佢係屬於即係最普遍嘅係脂溢性嘅脫髮，即係雄性激素嘅脫髮嚟嘅。係咁啊，嗰種脫髮咧係屬於賴慢型嘅，即係唔經唔覺咧喺幾年之間咧係會即係越嚟越少嘅個頭髮。係咩原因咧？即係由於咧即係佢個雄性激素咧係唔平衡嘅，咁啊分泌咧即係大量嘅油脂咧係阻塞嘅毛囊嘅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正常人分泌嗰個油脂咧係供營養俾個髮根嘅。咁啊，如果太多嘅話咧，或者即係雄性激素咧，即係個激素咧係過剩嘅話咧，變咗咧係即係雄性同埋雌性咧係不平衡嘅。咁啊變咗咧係供應出嚟嗰啲咧就即係冇益嘅。即係多油嘅，咁啊咧，如果佢係多油嘅話咧，咁啊塞住個毛囊咧，就會令到個頭髮咧，即係慢慢越嚟越油，即係越嚟越疏。咁啊疏咗之後咧，再甩嘅話咧，咁啊滋生個菌出嚟咧，就塞住咗個毛囊啦。咁啊，由於阿邱師傅咧，佢個問題係咧，佢身體咧好健康嘅，咁啊咧，佢個頭髮咧，即係。點解咧？即係唔係話做呢行嘅人咧，去到咁大年紀嘅人咧，即係通常咧都唔會講嗰句說話咧，好即係好堅定。但係咧，即係我了解完佢嘅情況之後，第一佢自己係即係氣功識打氣功識打功夫，同埋佢自己都係即係中醫師。咁啊咧，我見到佢身體更健康咧，見到佢頭皮咧，即係對我嚟講啊，都係一種信心嚟嘅。即係我都同佢商量，我有師傅，我其實咧即係。你嘅頭髮咧就唔可以話我話好肯定係同你話生得好好，但係咧即係我可以同你哋即係大家互相配合，只要你想就可以成功。所以咧即係同邱師傅兩個人之間咧，我哋兩個係不斷溝通，亦都觀察個頭皮嘅。咁啊咧佢咧即係嗰個頭皮咧毛囊咧，即係用我哋 camera 嚟睇嘅咧，係完全係啲毛囊都冇嘅，全部平坦晒嘅啲頭皮。即係譬如話普通人甩頭髮甩到咁嘅10年，佢都可以見到有個印啊，起碼有個印毛孔印喺度，但係佢完全係見唔到嘅，全部係平坦嘅。呢個咧可能係佢用嗰啲西藥，令至到即係個頭皮嗰個表皮膜咧，即係已經全部咧即係將個髮根咧毛球咧即係縮到下邊去咯。脂溢性脫髮咧，佢咧就。初開始咧，即係頭油過多啦，咁啊頭油過多咧就會咧引致咧即係脂溢性嘅皮熱，咁啊咧頭皮屑咧就係一個好明顯即係好明顯嘅即係個先兆吓，咁啊頭皮含氧啊同埋頭皮屑啊，咁啊如果咧有頭皮屑嘅話咧，佢就會咧即係產生咩咧？產生即係油脂係塞住個毛囊。咁啊有滋生嘅菌，咁啊如果你嘅頭髮咧，即係慢慢變又慢慢脫落咧，塞住咗個毛囊嘅話，再加上你刺激嗰個頭皮嘅表皮膜嘅話咧，就會形成咩咧？形成毛囊完全嘅封閉。呢個咧就係邱師傅嘅原因啦。